湾话艺术水阁好，或者解说两句啊，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理。好朋友国正今日招你研究一寡戏班流传出来的台湾话。头一句咱来讲戏未做进前，拢爱先扮仙。咱知影歌戏也好，布袋戏也好，戏请来到庙口是要做互先看，所以戏文还未做进前，扮仙好落收三仙，八仙好收，拢总爱先做一篇出来，安尼叫做扮仙。这做戏人咧讲的话，若应用伫社会变啥物情形？哦，今日来开会，毋是局长，无就会长，若无就是理事长，拢总大粒女的来遮咧扮仙。原来有人安尼咧应用，意思讲吼，拢有头有面的人，大家坐俩排，讲叫做扮仙啦。有诶吼，戏班出名的吼，小生还未出台，干那扮仙的时阵，就有人咧搭红纸，你敢知？这句搭红纸，原来是国正招你探讨。戏班流传出来台湾话，啥叫搭红纸？红纸搭落，毋是干那一张红纸伫咧遐呢，顶头是写一个讲祝贺小生吴国正演出成功。但歌仔戏后壁面的布景红纸搭落，下骹是现金呢，1000、2000、3000呢。所以戏班的人咧讲的搭红纸，社会流传解说，就是赏金啦。国正节目若做了好，你就爱甲我搭红纸。无啦，咱公共电视是国家支持的，阮是要做服务性的，做解文说理，互大家探讨台语的艺术，毋是真正叫你甲我搭红纸，你甲我搭，我嘛毋敢收。毋过即句话咧讲啥？咧讲赏金啦。过来讲一句共款戏班流传的台湾话。今日吼，扮仙道人搭红纸，到底要做啥物出头？下骹台骹观众咧会，要做陈世美反奸。这两字反奸，毋是反奸嘅意思，毋是哦，就是讲本来陈世美甲真香莲艰苦困难的时，伊甲因某讲上京可教，我若得功名，绝对倒转来甲你娶。结果到皇帝面头前，皇帝讲你娶某未？伊无甲讲我今年还未娶，伊讲我真正还未娶，毋则变做皇帝驸马爷。心肝本来清白好人，变作歹人，安尼叫做反奸。原来是歌仔戏台顶流传出来的台湾话，应用伫咧社会普遍的言辞。